每一天，牧师甲你做伙祈祷。今仔日是7月30，箴言17章20节安尼讲：心思邪恶的人，找袂到福气；咬饼话的人，会陷落患难。三角来祈祷，爱愿心思无邪恶，嘴无咬饼话的天父，愿感谢你，慈悲疼痛信实公义的上帝，万军的耶和华。愿满心敬拜你，尊重你。主啊，你是监察人的心的主，也是阮的语言的审判者。你的智慧宣传，你的道路公义。你的慈爱刷到永远，主啊，愿感谢你，每日用恩典扶持阮，用真理光照阮的活命。主啊，求你帮助阮。除去心思的诡诈、骄傲、自私、邪恶的意念，主啊，求你使阮正直、诚实、清气的心，互阮掠敬畏你最要紧。愿阮所讲的每一句话，拢通带来安慰、造就、鼓励、甲和平，互人因为阮的言语得到信心，也互你的名通得到荣耀。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耶稣听你，赐你平安。